有关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上午指挥中心这边有开会讨论了哦，就是针对这些外籍人士有居留证的人，那在6月29号的时候，我们有做了一个是说需要这个3日内的这个检验的阴性的证明哦。不过因为这些外籍人士有居留证，他们其实他们的身份其实应该是说有些国家可能这个检验的确是有比较不方便啊。另外这些外籍人士的这个有居留证人在6月9号之前，其实从3月19号之后，他们也都可以自由进出台湾哦。所以这一块我们大概讨论之后，那就决定就是把它视同国人的一个做法哦，就是从明天开始哦，7月4号0时开始实施哦，就是外籍人士的部分，有外籍人士有居留证者，那就可以这个不需要持这个3天内的阴性证明。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在6月9号在放行的，就是主要就是港澳人士，他因为商务经贸交流的部分哦，所以可能是说。因为他有就业金卡啦、工作居留才取得这个居留证的人，那这些人也是不需要再取得这个3天内的一个检验阴性证明。对，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有关我们今天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的个案，那这个是449，是50多岁的国籍男性，那他是在南非长期的工作，那昨天独自返国。他主要就是这次回台是要返台探亲啦。那因为在当地他们要搭机前有规定，就是要需要这个阴性检验证明哦，所以他6月4号就是在南非当地有去采检。那27号早上拿到检验结果是阴性，不过他下午就开始有发烧、全身无力、喉咙有异物感的症状。28号也有去就医，不过医师评估可能是一般的感冒，所以他就服药。那从6月30号症状觉得好转的就转机回台哦。那不过虽然是入境的时候没有症状，不过他是主动告知我们的机场的这个检疫人员哦，他有在过去14天有不适的症状哦，所以他当场在机场有采检，那也去隔离哦。那昨天通知也获确诊，那今天我们就来报告哦。那所以到目前为止，他的接触者有27人，同班机的这个前后2排乘客有13人啊，列为居家隔离。另外同班机的机组员14人啊，因为有适当的防护，所以就列为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啊。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49例确诊，那有438例已经解除隔离。好。